陳光誠現身六四集會。雖然六四未到，但係點點懷緬學運英烈嘅燭光已經照亮咗城大。23年前呢班大學生好多都未出世，唯有睇住六四嘅片段，了解屠城真相。今年陪住佢哋嘅，仲有支聯會捐贈嘅另一尊民主女神像。50個師生出席樹立儀式，除咗想平反六四、薪火相傳，仲有更深一層嘅願望。藉住今年即係呢個民主神像入到嚟嘅時候，可能內地同學都會開始留意下六四呢件事咁樣。支聯會話脫離中共軟禁、投奔自由嘅內地知名維權律師陳光誠錄咗一段片，講佢對六四嘅感受，會喺下星期一晚六四集會上播出。身在台灣嘅王丹同天安門母親郭麗英都有錄影，預計參加集會嘅人多過舊年嘅15萬。但係舊年警方安排差，搞到好多市民兜大圈入唔到維園。支聯會決定今年近天后嘅通道唔接受支聯會以外嘅攤位擺檔，同取消緊急車輛通道疏導人流。雖然警方已經發出不反對通知書，但就話會喺集會開始半個鐘之後恢復預留一條行車線做緊急通道。當一路有人預判入場嘅時候呢，盡量個通道要闊，咁呢個係我哋最大嘅原則。咁我哋希望警方呢亦都係尊重翻入場嘅市民嘅。而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就喺對住解放軍駐港部隊大廈嘅立法會議員辦公室窗口貼大字報，希望解放軍都睇到香港人平反六四嘅決心。